主后2022年6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仰龙盘三角行。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19节到30节。我望主耶稣，互我会当紧找提摩太去恁遐，互我通听到恁的消息，来得到激励。只有伊甲我同心，真正伫关心恁的代志。众人拢在追求家己的事，毋是耶稣基督的事。毋过提摩太会做人，恁拢知，伊甲我亲像爸甲囝，做伙为着传福音伫服侍。安尼，我一个知我的代志有啥物结局，盼望会当随时找伊去恁遐。我确信主嘛会互我真紧去见恁。不过，我想讲，着找以巴弗提去恁遐，伊是我的兄弟、同工甲战友。伫我需要的时，恁有派伊来服侍我。伊真少年恁大家，嘛因为知影恁有听到伊破病的代志，心真艰苦。伊确实有破病，甚至险死去。毋过，上帝有怜悯伊，毋若伊若定，嘛有怜悯我，互我毋免搁加添忧伤。因为安尼，我赶紧要找伊转去恁遐，互恁会当搁见到伊来欢喜，嘛通减轻我的看虑。所以，恁着伫主的内面欢欢喜喜，甲伊接纳，着尊重亲像伊即款的人，因为伊为着基督的工作，冒性命的危险，险啊死，要保恁做无够的，替恁来服侍我。保罗伫传福音过程中遭受迫害、误解，甚至死亡的威胁，伊拢会当坦然喜乐家己一人面对。毋过，保罗也袂捌否定谈判的重要性，甚至伫伊生命的历程，谈判一直是伊有喜乐重要的原因之一。保罗捌有济济位信仰的良伴，伫保罗拄呾信主的时，有安那尼亚接纳伊，为伊祈祷，互伊的目睭通得到医治，搁再看见。保罗去到耶路撒冷，想要甲门徒交陪，毋过因拢惊伊，只有巴拿巴接纳伊，也带伊去见使徒。保罗伫腓立比受关押的时，西拉甲伊同心祈祷，学了上帝。伫前往罗马受审判的海盗，因为船搁浅，保罗伫马尼他岛得救，也互热情的当地原住民接待。伫3摆旅行步道的路途中，也有医生路加陪伴伊。咱看到保罗因为认捌耶稣基督，陆续有真侪人加入伊的生命旅程，成做伊人生记忆的一部分。伫腓立比书第2章19节到30节，咱看到另外一个互人印象深刻的描述，讲到同工兄弟姊妹中间深交的情谊。其中保罗提到2个人，一个是提摩太，另外一个是以巴弗提。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，讲伊是唯一会当甲家己共心的同工，可见提摩太是一个善解人意，也当经常徛伫别人的立场，同理对方感受的人。一个会当甲人共心的同工，总是会真心看念别人的代志，佮看这最要紧。以巴弗提
是腓立比教会派去送物件予保罗的同工，总是伊到位无偌久就破病，甚至怏怏要死。保罗提到以巴弗提，因为故乡的人烦恼伊的艰苦心，思念故乡的心也真迫切。有意思的所在，伫28节到29节，保罗特别请腓立比教会信徒见到以巴弗提的时阵，爱欢喜接待伊，搁着尊重伊。保罗会安尼讲，是担心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会掠做以巴弗提是临阵脱逃提早转去，所以用这话来替以巴弗提辩护，希望因莫误解。保罗特别爱因尊重以巴弗提，是因为以巴弗提是无顾性命，前来甘愿探望陪伴伊，冒着互看做是罪犯的危险，将家己暴露伫危险中。保罗用无顾这个字词，意思是讲用性命做赌注，这是一个相当值得尊重肯定的。咱的生命中需要有信仰的良伴，甲咱同行，安尼的同伴关系，毋仅是彼此扶持、互相激励，也常常会带予咱极大的喜乐。咱有一位最好朋友，就是耶稣。伊毋仅放下性命做咱的朋友，佮甘愿为咱派付做的代价，诚做咱性命的救主。有主耶稣这位良友，咱的性命加倍丰盛；有主耶稣同行，咱的性命旅程会拥有更较侪的喜乐，也更较有力量。若像保罗甲伊同行的信仰同伴所经验到的，默想，我的生命需要啥种的信仰良伴？我的生命需要啥种信仰良伴？我是毋是有诚做别人信仰良伴？我是毋是有诚做别人信仰的良伴？做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伫我人生旅程陪伴我。当我孤单无助的时，你伸手抱我；当我失意的时，你尽心救我，定心徛在。我要因为生命中有你，时常感谢学乐你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